把电锅的锅盖打开，口罩平放，放进内锅，原汁原味，不加水。盖上锅盖，开启电锅的电源，让时钟顺着跑8分钟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凤，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做一道简单的干蒸口罩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电锅，一片用过的口罩，要一个时钟。把电锅的锅盖打开，口罩平放，放进内锅，原汁原味，不加水。盖上锅盖，开启电锅的电源，让时钟顺着跑8分钟。把锅盖打开，稍微放凉，消毒之后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就完成了。戴上口罩就可以安心使用喽。我们下回再见。反过来继续带啊，这什么题目呢？因为我很少，我不会带错，所以这个。不是，因为你问那个我不会犯的错误，我就不想给我回答。即时厨房防疫大作战，3、2、1 ，Camera！ 掌声！听秀是不？听秀台湾，即时便当 ，Go Go Go！ 感谢各位贵宾，感谢各位贵宾今天来到这里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将我们的餐袋送到7个医疗院所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反过来继续带啊，这什么题目呢？因为我很少，我不会带错，所以这个。不是，因为你问那个我不会犯的错误，我就不想给我回答。常常见面的，因为这个同都医界的，不管每次什么医师公会的什么活动，常常见面的，有时候很熟的。我看你在那挑拨离间的吗？你每天上班你没有一定要跟太太还要讲什么？讲一大堆不用，我很熟的，这个。我哪有讲？不好，有那你看又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后来我就问过，人家也没有这样讲，因为东西，老实讲，现在这个媒体操作也太厉害，他哪是这样讲？他只是说，你们2个意见不一样而已。我要讲一个最实在话哈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，面对现在的事情，好好把防疫做到位、做足，其他的都不是我要去深入了解，尤其现在国难当前，都要有心思去想一些问题。我们好好把国人的健康守住，这才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。所以每次我碰到陈部长、碰到柯市长，聊的都现在以防疫为主，市政建设为辅。所以我们大概聊的议题都在这个地方。其他的我们往前走吧，其他的都不要想那么多。我跟你讲哦，对我来讲哦。这1个月先过去，平安度过，要变闹再来闹啊！我们好好防疫，好了，我等好好防疫，好好防疫。